Keith， 投身工程行業18年。2007年喺科大嘅土木工程系畢業，由地盤工程師去到項目經理。我參與過多項嘅基建項目，見證住科技同埋經驗嘅融合，點燃行業嘅新希望。喺高鐵工程當中，我係首次運用咗 3D 電腦繪圖，清晰呈現馬蹄形隧道同埋豎井嘅銜接，成功解決咗設計去到建造階段嘅溝通挑戰。呢段經歷啟發咗我運用 BIM 同埋數碼科技融入工程，大幅提升效率同埋精準度，亦都令到我喺2018年大膽創作夢想，建立咗屬於自己嘅 BIM 同埋數碼策略公司。由一開始嘅 One Man Band 去到今日擁有幾十人嘅專業團隊，為香港嘅建造業界奠定咗專業領航嘅基石。建造業係香港發展嘅命脈，我同業界將工程嘅實戰經驗融入數碼技術，透過攝影測量技術打造高精度嘅模型同 BIM 結合，同時同年輕團隊合作，分享創新方案，共同優化建造流程。呢種新舊智慧嘅交融，促進技術傳承，有效應對業界對勞動力不足嘅挑戰，為香港注入持續進步嘅動力，推動行業嘅可持續發展。過去3年，我喺北大都會同埋大嶼山嘅發展項目入邊帶領住我嘅數碼團隊，將成個工地進行數字化，運用咗數碼模擬同埋動態分析，精準咁將一啲嘅公路、橋梁同埋複雜嘅交通網絡進行規劃，實現高效同埋可持續嘅建設。呢段經歷堅定咗我嘅志向，運用數碼科技同埋 BIM 建設智慧都市，為香港締造一個智能同埋綠色嘅未來，見證住一個新嘅都會誕生，更加兌現咗建造業對下一代以至未來嘅長遠承諾。18年嚟，我都以數碼科技同埋工程專業嘅熱誠，促進新舊智慧嘅交融，推動行業嘅改革，建設智慧香港。每一個項目都係對城市進步嘅承諾，每一步我都以專業領航，成就夢想。